台湾营继续社会事要来关心，这是南投日月潭出名的观光所在文武庙。最近庙里一个所期下元水池掉贼头，民众本来是来到这个所在下元，但是银角啊，拢互贼仔偷摕去。庙方工作人员去甲赶紧报警察要来掠贼。这家珠宝盆是2021年所期和老母来到日月潭关的时，顶面还佫有刻所期的本名。警察落尾调监视器电眼，找到嫌疑犯的车，无到2点钟时间，随掠到贼仔。看甲讲。上少年的贼仔今年才19岁。女孩子现在正在捞许愿池里面的钱。一个查某趁半暝三更走入去下元池内底，摇落内底河水池内底的银角仔。这个男的也是用手捞。甲画面甲调较远者，才发现讲贼仔毋若一个尔。边仔这个查甫伊靠较敢，伊直接伸手落去珠宝盆内底咧扶。用2支手咧撒，佫嫌无够紧，尾啊，这个查甫直接摕一骹大布袋，就安尼规个拢甲倒落较紧。顶工这盆仔去互拼去。南投日月潭的出名景点文武庙，伫个10时迄天传出讲庙内的所期下元池内底民众翕的遐银角啊，添油香钱，拢去互贼仔糊了了。深足甲看，这个珠宝盆顶悬还佫有刻查某名称所期的本名林丽辉。2011年，所期甲因老母来日月潭，拄撞到庙内，当咧准备去下元池。为着要来祈求爱情甲事业拢会当顺遂，已经慷慨捐400万来认养珠宝盆。舒淇他是常来，他今年6月的时候也来，但是他都很低调了，但是他来他都会跟庙方打招呼。周期的一个时程来计算的话，大概是在6000块左右了。这个下元池因为有名称所期来加持，名声足透的。不过民众迄伫个下元池这银角啊，拢全去互贼仔糊了了。庙方是去甲紧去报警，要来掠贼仔。在短短2个小时内就锁定犯险之行踪，加以查缉到案全案依切到罪移送南投地检署侦办。警方挽过抢庭，真紧免到2点钟，就伫个南投市撞到这个偷摕钱姓陈的嫌疑犯，真紧过来破案，要互大家下的心愿，拢会当顺遂如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